非常父母曾先生同埋關小姐被安置喺收容所嘅細仔 Danny 日前發燒入院。嗰對父母星期一話，醫生朝早11點幾檢查咗 Danny 嘅身體，認為經過多日觀察，佢嘅康復進度良好，已經冇發燒、流鼻水、咳嗽等病徵。Danny 喺下晝大約3點鐘出院，由社署人員帶返去收容所。佢嘅家姐 Lily 就仍然身處喺瑞典。曾先生同埋關小姐話，瑞典嘅北雪平區域法院冇知會佢哋，就已經喺今個月11號強加律師代表俾佢哋。嗰個律師亦都冇諮詢過佢哋，就喺同一日向當地法庭表達意見。曾先生同埋關小姐話，上星期4已經要求當地法庭開除嗰個律師，按正式嘅國際法律管道向佢哋送達文件，亦都要求當地法院召開聆訊，反對以書面處理撫養權嘅事宜。曾先生同埋關小姐早前話，當地法院正係處理將 Lily 嘅撫養權轉移俾一對瑞典夫婦嘅申請。香港西九龍裁判法院少年法庭早前亦都應社會福利署申請，頒布36個月嘅保護令，將細仔 Danny 交俾社署看管。